位于康乐街民权路交界这间古早味的酥饼店，为了迎接老顾客所爱吃的元宵，过年前在传好材料。元宵前3天，规家伙仔拢冻起来。今年的订单竟是坐甲接袂完，已经超过700客啊，所以才加提早1天来赶工。因为一档只卖元宵前3天，所以每一档拢是排队排甲热长，人客买无计受气。去年我们排队排很长，刚好遇到疫情，真的排得比口罩还长。那有的我们这个都是现做嘛，没有办法说事先做起来，事先说冰起来。那排到后面跟客人讲说已经没了，客人生气发飙了。所以说今年订单又比客人知道去年的状况，因为很多人没有买到，所以说客人今年就提早过年前就开始打电话在预定了，所以我们今年比去年又更忙。因为之前就有吃过了，觉得不错吃，所以就有一直关注说他们什么时候有在开卖就来。对，为什么现在接单接不完呢？我不知道我早上因为我们公司附近所以就是有经过，我就有绕过来看，然后我就看东西出来了，所以我就赶快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卖，他们就说今天。记者来到现场，看到业者手无停过，用米体将包好的内餡淋上糯米粉来切，一定要切10瓣以上，才会当大细粒平均，相当了时了工。不过兄弟做甲腰酸背痛的成果，就是真材实料的纯手工元宵，甲汤圆的口感完全无同。这个手酸袂啊？腰酸背痛。所以今年光预定的就多少？今年光预定的就700盒。对。那现在这个元宵跟汤圆有什么不太一样？元宵的话，它口感外的会比较 Q 软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纯糯米粉。对，所以你跟汤圆来讲的话，汤圆吃起来的话，汤圆是比较扎实，那我们的口感是比较 Q 软，对，所以我们纯手工都是用糯米粉下去制作成的。这间台南在地已经37档的酥饼店，因为第2代刻苦耐劳，愿意承接，才让这款古早味会当继续传承，和头家相当欣慰。因为这老顾客过年前就急要注文，甚至有的是对高雄预定专工要来摕，所以嘛，互因更较辛苦，犹原坚持落去。我这30几档来拢坚持拢用手工来去做的啦。你这样看，你嘛知影，规个拢种内馅甲外口的皮拢规个拢全部拢是安尼用。所以我伫台南市来讲，这影大家食过一届，大家拢会想，拢每一档拢自动来。我最主要是咧古早味，像我遮做的物件拢是用古早味，像迄萝卜酥面，即马一般拢较少人个啦，古早味的啦。我这营业公司拢纯手工古早味咧用安尼。虽然物价调整，不过业者强调，目前有芝麻、土豆2种，一克也是卖150块，拢无起价，同时要来满足台南人经济的嘴。台南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